來看到高雄大樹有民眾真情講，對2023年底開始，小連續有29隻貓仔互狗咬死。民眾表示講，一屆上屆濟出現3、4隻狗仔，而且邊仔呢攏對一個查甫人，敢若是伊的主人。雖然呢民眾有去報警察，不過攏無伊的法。動保處也講呢，防指控的查甫人唔承認有飼狗，已經請真正的民眾繼續提供事證。若準是事實，就按照動保法來甲處理。已經78年的貓仔阿肥，原地好好趴佇店門口休困，雄雄兩隻烏狗走過來就開始甲啄，阿肥走無離，落尾一條命都安尼無去。阿肥是高雄大樹一間五金行店家飼的貓仔，店員講阿肥真乖真細膩，店門若開就顧佇門口，阿媽就家己去床褲困。迄天雄雄出現兩隻烏狗來攻擊伊，而且狗仔敢若是有主人的。就我們非常生氣，真的。你捌去找那個人理論過？有。哎呀，那講，他就跑走。而且他還會拿手機反拍你哦，你說你要報警哦，他就跑走。他說狗不是他的，可是他跑走的時候，那3隻狗還是跟着他跑。店前的阿媽頭也有阿肥留落來卡緊，王小姐講，因唔是唯一的受害者，叫去當火車頭附近的龍洞貓仔，攏強要互咬死了了。發起真情活動的潘小姐講，對2023年底起，包括大家要帶去驗掉的甲店家飼的貓仔，這2年多來已經有29隻互狗仔咬死。近排若是迄陣狗仔出現，攏是共一個查甫人對佇邊仔，雖講報警2、3屆嘛攏無效果。尾手伊甲所有貓仔的受害影片甲相關資料攏整理好勢，送過動保處。必須要地主同意他們進去，但是他的這個負責人不要讓他們進去抓，所以這等於是他們保護傘嘛，你又沒辦法好好管束這些狗，對，然後就丟一句，他就是流浪狗。該住戶表示，其並無飼養犬隻，但是在住處周邊確實有發現流浪犬聚集其事。本處已向該住戶宣導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，提醒任何人不得任意騷擾、虐待、傷害動物。並已請陳經人持續提供相關明確事證。動保處表示，若正是嫌疑人是狗的主人，按照動保法上懸罰200萬的罰金，佫會當判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也是拘押。潘小姐講，就連關佇南仔地貓仔，這陣狗仔嘛想要飼過家，甚至嘛有雞仔互咬死。若是連動保處都無伊的法，伊真正唔知要安怎才好。記者柯家族邱超陽高雄場報道。